家好，欢迎收看基本嘅夫妻类嘅节目。你上礼拜嘅医疗单元，老大家来讨论哦，当重要嘅问题，讲係你应该利用骨啊，係咪有上论骨啊嚟讲切條嘅问題啊，兩片骨條嘅問題，非常嘅重要。基本嘅強融繞牆度，網醫我先生呢度節目地度，老大家來討論係咩有利用骨問題嘅問題哦。大家都不要你基本嘅，來邊其實你嘅利用骨神經專家網醫我先生歡迎。大家好，我是王佑。上禮拜來到這邊跟大家討論的是骨刺跟椎間盤突出的問題。後來這個節目錄睇過後咧，遇到朋友打嘴鼓，發現動意思咪講，我切條有問題，我利用骨有問題，哇，我有椎間盤突出，很普遍呢。對啊，很多人都會有這些問題。對，然後他們可能有一些是慢性，有一些是急性。可是像世界衛生組織，就是之前就公布一個研究，他就說每一個人，全世界的人哦，這麼多人在一生當中有80% 以上的人至少會有1次以上的背痛、腰痛。對，所以它是非常非常普遍。而且現在講腰痛，好像是跟平常大家講說我有點渴一樣，好像是很平常的事情。呀，青東你來上班嘅時間，大家就會講我給容易腰痛，對，好像不是一個什麼很特別，就腰痛很平常會這樣子。太多人，而且尤其現在現代人的生活習慣，對，造成很多這種疼痛的問題。真的，不過基本要討論嘅是一個大家我覺得好常用的名詞，我覺得用這個名詞好像喝茶一樣，有沒有？你今天喝茶了沒？你吃飯嘛？就是脊椎側彎。對，脊椎側彎也是現代人好像平常不管你是不是真的有，但是大家好像隨便說，你有脊椎側彎嗎？它這個名詞有一點點被濫用了，因為因為顧名思義，大家聽到就是脊椎側彎，感覺就是脊椎有彎曲的角度，就叫脊椎側彎。但是其實它在醫學上面是有一定的定義的，對。然後而且它是用嚴謹的 X 光片測量那個角度，對。然後之後你才能夠去判別說你究竟有沒有脊椎側彎，然後它的程度是輕度、中度還是重度。對，因為亞黑公你去做兩個時間有嗎？你很有可能你去按摩的時候，然後你拍那邊，然後按一下就說哦，小姐，你有個脊椎側彎哦。哦，真的嗎？用目測。對，目測。黑某就是有時候我們像駝背，像我就有駝背跟問題青陽從這一個時間從年輕念書開始駝背，我媽媽就講，你都駝背，因為我覺得我習慣不好。可是我駝背，他們說，你是不是脊椎側彎？你駝背。就大家會對脊椎側彎有一些誤解，所以都帶嘛改脊椎側彎。脊椎側彎的話，我們其實真正的定義裡面是你從背部看，就是人的脊椎，然後發現它有一個彎曲的角度。對，那實際上我們在外面就是看目測表現的時候，我們會看到的就是背部有一塊有點隆起，或者是肩胛骨特別明顯的突出。對，那它有可能是 C 型或是 S 型。那如果是 S 型，你就會看到它肩胛骨那邊比較高，可能腰這邊也比較突出，就是它會有一個背部不平整的這種表現。對，那難怪大家去按摩的時候呢，按摩師會說，你這裡好像比較凸，你是不是有脊椎側彎？聽了好緊張哦，會有這種感覺，對不對？可是事實上，脊椎側彎的類型也分不一樣的類型。對，主要我們會把它的分割成，就是它實際上是怎麼來的。對，那譬如說，像我們有最常見的是功能性的脊椎側彎。所謂功能性，就是你去使用它之後，它造成的側彎。所以就譬如說，有一些人他們是，就是可能習慣的負重太過於單邊，對，那它那個通常養成的時間都很久，而且它通常都是很輕微的，對，所以這種功能性的可能是你實際上經常的單側負重，或者是3-7步，或者是你可能3-7步也會，或者有曾經有過的摔傷啊等等，造成你的肌肉兩邊的不協調，然後有一些拉鋸，然後造成身體有這種側彎的表現。那通常它都很輕微，有的甚至不到真的脊椎側彎，然後我們最常見的也大概是低於15度。那就像是比如說先從給錄影攝影師大哥們，他們有時候可能因為拍東西長期扛機器，我們也說這是一種職業傷害，對，所以他們很有可能會，他們就會脊椎側彎比例很高，有一邊比較隆起，一邊比較低，或者像高低肩這樣子的表現。高低肩很平常看到，對，會很常看到。那像這種我們有的時候它其實沒有超過10度，我們也不會叫它側彎，但是通常這種功能性的它就是非常些微，所以我們實際上只會透過它的症狀表現，然後如果是有一些不舒服，我們才會需要去比較積極的去處理這個問題。對。
对，所以比如像这边还提到结构性的或原发性的，结构性的它就是真的是有个病症在里面，譬如说有一些小朋友在出生之后，他发现他的椎体是不完全的，意思是说我们脊椎就是一节一节一节的骨头，对，那这一节一节骨头当中呢，就会有一些脊椎是没有长好的，对，它可能就是只有一半，然后或者是有一像三角形，那这些椎体它因为没有长好，等于骨头没有长好，它就会让身体有一个倾斜的角度，对，那这种结构性的通常都会比较严重，而且它发现的时间都会比较早，就是可能在小朋友大概上小学之后没有多久，大概都会发现，甚至有些孩子会更早。那有一些它是属于就是比较病症类的，譬如说长了肿瘤，对，那些就是在脊椎里面的肿瘤造成它的侧弯，所以甚至有些孩子是更早就会发现这样子。是，对。那所谓原发性，大家听到这个名词可能不太清楚。原发性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它就出现了。对，我知道，因为像功能性，大家提到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姿势不良，黑共你黑有没有该，比如你是摄影师，可能会有一些你扛机器长期造成的一些对背书包啊。可是事实上，医师有提到，其实有时候你会发现，哎，你身体是不是有不舒服，或是你是不是很轻微？那所以其实如果它很严重的话，它会对整个身体。心理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的，没有错。对，它就是其实我们从外表来看的话，最基本的就是你会看到他的体态是不正的，对，比如高低肩就是一种，对，或者是他会觉得说他穿衣服的时候，他的身体就有那种腰是歪的，对，或者是人永远是歪的，都不正这样子。那个是外在的表现。那我们比较怕是对内脏，就是我们一些脏腑这个地方去受到一些压迫。对，那最常见的压迫大概就是肠胃道跟心肺功能。所以哇，可是要很严重才会有对，通常大概就是原发性或结构性它比较严重，然后甚至到中重度的时候才会有这个状况。那我们的确有看到一些案例哦，就是像在高中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他有侧弯了，然后他也试着去做治疗，但是因为真的蛮严重的哦，已经到就是不只是 S 哦，就是上面一个 S， 下面一个 S， 它已经是好严重哦。对，它就是胸椎一个弯，然后到腰椎。接近快要接近腰椎一个弯，然后到腰椎再一个弯，所以它这个弯度很多。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它就是等于他跑一跑，他就会有点喘不过气来，所以我们也不建议他做太剧烈的运动。然后肠胃道一样，就是他可能肠胃道的那个不舒服，它出现的频率也很高。然后那当然从外表就是小女生，她就是在穿衣服的时候，她就不敢穿很紧的衣服，因为她的背看起来就是。他们有点说像钟楼怪人一样，因为后面就很凸，然后一边这样子，所以他其实就不敢穿很紧身的衣服，都穿宽宽松松的衣服，试图要去掩盖。所以，再加上这样子的状态，他就会有点驼背，因为他就不太想让人家发现这样子。对，所以它影响到的层面其实还蛮广泛的。可是说到这边，泰卡就会吃豆公，那你到底有没有脊椎侧弯？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如果你完全没感觉，比如说像很多摄影师说我有点职业伤害，他们到底要不要去看医生？如果他们平常好像生活里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他们需要去看医生，或者是真的要去。所以这是要照 X 光，对不对？实际的判别方式还是要照 X 光片。那我们就会去取决于说，就是他这个实际为了知道有没有脊椎侧弯而去照 X 光片，这样的必要性高不高？那很多人他会是在平常就是健检的过程里面发现的。对，那因为的确会健检有这一部分吗？他会照那个胸腔 X 光片，顺便会带到。对，就是因为胸腔 X 光片它不是用来看脊椎的，可是如果你有侧弯的话，它是很明显就可以被同时发现到的。对，所以如果说你实际上在例行性的健检当中有发现有这样子的迹象，那这去照片子其实就可以了，对不对？如果说平常其实你黑共省发个时间，黑共某身体某青苔跟问题就不用刻意去做这件事情。不过其实它的治疗方式也是。蛮多的，对不对？对，还要分程度。是因为其实像程度轻微或是程度严重，我知道像刚显长跟很严重的，他可能要去手术了。对，有一些会选择手术。但是如果比较轻微的，其实不一定，就可能
有些人他们长到已经就是出社会了，他也不知道他有脊椎侧弯，因为从来也没有人告诉他有这个问题。对，所以就是有一些家长当然就会很注意小朋友这方面的问题，有些家长没有在太重视，所以就是对就不会知道有这些问题。是用亲朋友其实东东因改两骨感问题，他可能会因为其实很多人去做健检之后，或是再去看医生之后，医生会告诉你说，你的两骨改慢图可能是10度到20度啊，要是说22度，或者是40度，或者是几度以上，那当然冇可能改慢图改治疗改风险系冇可能改。不过这东西其实平常时生活嘅世界，佢也冇乜嘅感覺。佢只是本身上可能先生為咗佢講，你可能有兩骨慢體長度20度左右安樣嘅問題，所以我度兩篇先請你解向前面先聊下，因為我們等一下再回來好好跟大家來討論一下。如果說你係10度到20度，一些慢，你到底用應該治療方式，係講你係20度到40度，那跟你的治療方式又係容易，咁到底有慢同容易嘅長途過後，幾陣停錯去做手術吼，所以請你解向前朋友先聊下，你馬叉廣告過後咧，你陣真係好好咧問你解方式上到底有乜嘅治療嘅方式。东方仪走的绕墙斗，李解峰先生呢度節目地圖，讓大家去討論，其實脊椎側彎呢件事情。脊椎側彎你從頭躺到是兩骨係咩有問題？上次講問題不問題，從你 S 型哈，又好輕微的，但是也有很嚴重的。我覺得很嚴重的，可能就要有不同的治療方式。斗療篇又有講到，比如說如果是很輕微的，也許可以運動也好，或是物理治療，所以這是有用的嗎？它是有用的。那我们其实就是在区分你实际上最好能够用什么样的治疗的方式，就会去从它的严重程度来做判断。所以我们在 X 光上面，我们会先去画那个角度。如果你是介于10度到20度的话，它基本上算很轻微，它是最轻度的。对。那像这样子的状态之下，它可能很多人是没有症状、没有感觉。对，没感觉，没有感觉。对。然后它这个阶段，它可能实际上他会想要去治疗的意愿不高啦，因为就没有感觉。对。那到20度、40度介于这样子的范围里面，会看得到从外表就会有一些就是肌肉比较凸起的这样子的表现。那到这个阶段，如果他是在青少年这个时机发生的话，那我们还是会积极的希望他能够追踪治疗，因为他有几个判别的方式。如果他在半年当中角度增加5度，就算是很迅速的，因为你想说，对，半年就5度，那1年是不是就10度了？那1年10度，它恶化的程度就会很快。那青少年会希望，我们会希望说能够很定期的去追踪。然后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还在发育，所以就像植物在长大的时候，你会希望它长得很正，对。那在发育的过程里面，我们就会希望它能够就是正的长起来。所以如果这个时期，然后是这样子的角度，它就必须要很密集的去做追踪。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像因为医师可能就问说，如果说他现在有一点脊椎侧弯的问题，但是因为他还在发育嘛，他还在你讲他会讲看读个赖够长途地图，他是不是有可能会矫正回来？它会比较它的角度上会有一些改变，譬如说它本来可能现在拍的 X 光片，它可能是譬如说22度，对，然后等到下一次它就说少了3度，对，竟然好了，对，会有些许的改变，可是这些些许的改变，我们基本上它大概都会有一点点些微的误差，比方说你在照 X 光片的时候，你站的姿势，然后还是会有些微的误差，但是我们希望说它不要有太明显的一些变化。那像有一些人他们是很明显的，譬如说我半年在照 X 光片，结果我就多了8度，这是不是很严重？那个就一定要去密集做追踪。为什么？如果说今天我假设从癌系讲癌医跟医疗用过半天，比如癌很25度，那可能我也没有怎么样，我还是这样很正常的生活，它会恶化。它会恶化，它就是在青少年的过程里面，它就是因为他们长很快。对，那像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年纪好像大家在抽高啊，对，所以它其实在就是它发育越快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要更注意它实际上负重的角度。糟糕了，那我要问一个比较害羞的问题，可以讲你得呛少年。比如说，如果你已经是我们不要讲中年，如果说你是青壮年，你只要过了青少年，就是你只要青春期结束了，然后你的骨骼发育已经完全了。
接下来的时间基本上它的变化就不会很多了。好好，对，它恶化的机会不高，改善的机会也不高。哦，对，但是我们还是就维持，差不多就维持。但是我们还是要建议说，就是如果你有发现有这样子的状况，你还是需要去注意你有没有恶化，因为我们其实过去学术上面是说过了青春期之后就不会再恶化，但是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案例里面有恶化的，也有改善的。对，所以还是要注意。对我觉得其实根本提片绕墙的线上那都聊片来讨论脊椎侧弯的问题哈，是因为我觉得说真的，我们讲到骨刺，我们讲到椎间盘突出，因为它很容易就疼痛。有时候早上一醒来说，哎呀，我腰痛，某白突，对，某白突耸白呀，还有一个这样不舒服，就大家就会很积极去治疗，然后去做复健。对，可是一般你黑公公的脊椎侧弯就觉得怎样？好像很像讲的很像很平常，说有啊，昨天我去也有，哎，俺妈以为丑不你看醒常讲俺有脊椎侧弯问题，然后大家就一样没事。可是我觉得今天特别提出来同台港的讨论，就是还是希望像卫教知识一样，跟同台港的共还可以注意哈。所以这边有提到，比如像40度以上的话，可能太严重的，就像医生讲，有可能会手术。对，40、50度以上，甚至我有看过60、70度的，它真的就是有一个很扭曲的角度。是。那这个时候，其实站在我们的立场里面，我们都还是没有很希望大家去手术。那原因是因为手术完了之后，它还是有很多的后遗症。对。那像我也有看过，有很多已经就是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长辈了，他已经是可能50、60岁的长辈。对。那他可能就是一直以来，它就是50、60度的角度，那的确没有那么好看，因为你直接从背后看它就是一个很弯曲的一个角度，对，很明显。但是活动上面，它就是很积极的，就是跳舞啦，然后还有去健身房啦，它还是一样，就是有去活动，然后他就自己在家里面，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去做拉筋的动作啊。后来他长高了2公分，好好哦，对，1年之后长高2公分，对，然后那时候他再去拍 X 光片的时候，它的角度是有回来一点的。对，它可能从我记得是50、60度，然后变成40、50度，还是在重度的这个范围里面，可是它就是已经有稍微改善了。所以我们看过的一些案例，像这个就是比较激励人心的。那也看过一些后遗症，就是在手术之后，那主要原因是因为很多的手术的方式，它会需要有固定物在里面，它要让你的脊椎，因为脊椎是一个个骨头，它需要你被撑住，是对，那撑住它势必要放一些固定物在里面。好，那这些固定物它就有可能有一些要有没有拴紧的问题，有没有跟你的骨头融合的问题，或者是说像我曾经看过一个妈妈，那个时候她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做了手术，然后后来呢，她就是生小孩嘛，那生小孩的过程就非常的辛苦，非常，因为她怀孕，然后又腰痛，又这个就是她很不舒服，可是我们已经不能帮她做什么事，因为她已经有一个等于像钢钉一样架在里面，所以我们就不能帮她做什么事。那甚至其他的关节会很容易磨损，然后会比较提早的去退化，因为它就有太多的磨耗、太多的磨损。那还有另外就会看到有一些粘连、一些结缔组织，它容易就是粘在一起。那像这些问题，它就会一样会留下很多疼痛。所以有时候你会想说，他在还没有手术之前，他就是可能外表没有那么好看，然后可能疼痛有一些，可是那时候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事情协助他。但是当你在手术完了之后，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就变少了。对，所以实际上到底要不要手术，我觉得都是小朋友跟家长要真的仔细去评估过。对，真的，而且这边泰卡就会讲，因为刚刚医师有讲到说，比如那个老人家，他可能因为自己很努力、很激励人心的案例，他整个有好一点，而且他还长高2公分。对，还长高了。那所以其实运动，我要问一个大家一般来说，因为有些东西是你在生活里面不知不觉的，你根本就冇干过，因为你冇干过，你也不会特别去用哎。像上礼拜提到骨刺跟椎间盘突出，其实姿势很重要。对，所以其实像脊椎侧弯，姿势也很重要，对不对？你平常自己状态的样子要特别注意。对，就会变成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一定最基本就是抬头挺胸嘛。那我像我就有这个问题，就是我很容易就。对，所以我们背肌要够有力，
然后如果你实际上有侧弯的话，我们要去做比较个人化的运动，是因为侧弯它就是比方说一个 C 型，它在 C 的这个顶端的部位，我们就要让它有个加压的力量，让它有一个反 C 的角度，所以包括伸展，包括实际上的运动治疗，都会需要是透过就是个人化的设计之后，然后我们再去建议他每天都要做哈这种东西，像这样子的一个复健过程，他如果是每天自己能够在家做，我们也有看过就是很乖的小朋友，大概是高中生，我们就建议他说要做，然后他因为很爱漂亮，一个女孩子，就是她很介意，他们到后来甚至像胸部会有大小发育不一样的大，对，然后他们就很介意，就是穿衣服不好看啊，身体可能在穿衣服的时候，衣服都会掉一边呐，对，那他很介意这件事情，所以他就非常的认真。后来他真的就是看起来有平衡非常多，对，所以就是真的要看自己积极的程度。我觉得我很坏哈，因为在缝纫形长的时间，共沟的时间，我就问医生，我说医生，那你自己有没有一点点脊椎侧弯？然后形长就笑，就像现在这样笑得很开心，说哦我有，所以你也是因为你后来可能你去照 X 光或干嘛，然后知道自己有脊椎侧弯的问题，一点点。我的部分比较特别一点，我是那个时候有车祸哦，对，然后我车祸完了之后，其实大概就是有做比较积极的治疗，对，那个时候骨盆是被撞歪的，哦，这么严重？对，就是它是歪了，然后它那因为歪掉之后，那个它影响到腰椎，所以我本来是没有的，因为我在那时候出车祸的时候，照了 X 光片，我的腰椎是直的，但是过了后来就是一样是健检的过程当中，然后就开始就第一次报告回来说我有侧弯，我就很惊讶，然后对，然后才发现是骨盆其实没有到很正，所以它就影响到腰椎，它就是比较我们像刚刚说的那种第一种功能性的，因为可能是因为车祸或是外力的伤害。对，那像你自己现在心里知道，我们讲，那你现在自己平常在生活里面，你会特别注意什么，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动作或姿势是你会？有时候我觉得这需要耐力啦，也工作一样没挡，也不是每天都会这样这么认真去执行。你有什么样的东西你会特别去调整吗？还是其实就没关系？我觉得会比较发现，就是因为我的部分是腰椎嘛，所以比方说像我在刷牙的时候，我看着镜子，你就会看到你身体就是偏一个方向的。哦，那这样子我也要来注意一下。我早上刷牙看自己有没有偏一个方向，因为你会看到就是镜子里面的自己啊，你的下半身会是在这个地方，你的上半身会在这个地方，对，它就是会有一个角度，对，那或者是说，像有时候你去穿比较贴身的衣服，你去观察自己的衣服，有些人的衣服那个很简单哦，就是他走路走一走，他会跑。就是衣服它就会转，我知道。对，你说穿 T 恤的时候，旁边有2条线，有没有？走一走，要鞋子外都两片。对，哎呦，其实这还蛮有意思的。其实还有抖的，还有嘛，改缝隙走在款，所以用因为耳风啊、起疗，大家先聊下，等下这样转来。今天到墙头风有线上那种节目地图，让大家来讨论一下脊椎侧弯。对，从一团医师讲的好有趣，说早上自己走膝盖时间，或是就会发现。对，因为大家刷牙都已经是用惯用手，然后非惯用手去拿漱口杯，对，或者是那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就是直接就从镜子里面可以观察到自己，然后你会，然后甚至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做一个测试哦，就是你在站在那个这个洗手台前面的时候。你去感觉你身体往左边一点点，跟往右边一点点，你会觉得有一边比较顺，有一边比较卡。哦，对，说真的，平常平常心没有这样自我测验呢，所以其实胸肌背又很讲，你想有第几盖利用过很美预习些办法，走在强风性上讲哎，其实你就面对镜子，也不一定要刷牙，对不对？你聊比如讲的如何自我检查，利用过又半天嘛，其实你对着镜子，你稍微这样。对，观察一下自己的身体跟体态是可以看出来的。那另外就是像你对着镜子的时候啊，我们会建议大家呢，在去做自我检测观察，然后如果你是自己看的时候，你先把眼睛闭起来。哦，对，因为如果你眼睛睁开的时候，人都会作弊。对，自己先调好之后，然后就开始看，那个就不准了。好，所以我们在镜子前面，我们先把眼睛闭起来，你用你自己的本体感、自己习惯的姿势，然后你把眼睛睁开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比方说有些人头就
习惯轻一边，有时候是因为刘海或者是对一些生活的习惯，对，他就会头就会歪一边，是，然后或者是说你会看到你的肩膀左边右边不太一样高，这个最常看到就是我们在去拍那个大头照的时候，是照相馆大头照，然后摄影师都会说，来你右边肩膀高一点，会，对，就是你的高低肩是你平常就有，但是你自己不自觉。对，拍照那个我真的没发现，因为其实前一阵子我才去拍那个大头照，对，我就觉得我已经做得很正了，有没有很正？来右边高一点，我想说奇怪，那这样我不是会斜斜的吗？他就会跟我说右边高一点，我想说高一点。我自己感觉，我自己这样做这个动作，我自己感觉这样我会高低肩，可是也许从摄影师看来，它其实是平的。对。然后高低，他说来头再歪一点，我想说歪一点。我现在当然不准啦，对我说再歪一点，我想说那这样我不是歪歪，他说那样才正，那样才是正，所以其实就有可能你平常是有一点歪的，对，所以我们其实自己都没有那个感觉，但是我们在实际上你先把眼睛闭起来，就是你在不知道，就像在拍大头照，你看不到自己的时候，然后你先感觉一下你平常的位置，当你睁开眼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为什么我的肩膀两边不一样高？为什么头是歪的？为什么下巴是凸出来的？对，那这个都是一个很简单的去检测的方式。那如果你今天有一个全身镜的话，比方说，我那时候就很喜欢在试穿衣服的时候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它就是全身照。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看到你的腰际线，左边右边是不是一样？有些人他是一边很 C， 一边很直。对，就是你的腰际线这个地方，或者是说你叉腰的时候，你先把眼睛闭着，你叉腰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的腰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当你眼睛睁开的时候，看左边右边是不是一样高？有些人他们就会一边高一边低，这些它都有可能是你可以从蛛丝马迹当中去找到说，你是不是有脊椎侧弯的机会？对，有这个迹象。对，那这些就是自我检测，是自己去检测。那另外一个方式是稍微比较精准的因为这个都是一个比较概括的。对，稍微比较精准的呢，就是请家人协助。那我们做的方式呢，受试者就是你想要检测的人站在帮你观察的人的后方。对。所以站在前面这个人，你就是轻松的往前弯腰，就是用镜朋友他就是站起来，可以 key 红一类，然后往下弯。对，这个真的很有用，因为刚才广告的时候很空勾给时间，天上有一些工作人员在现场，我们说来测看看。我觉得这真的让我很惊讶，因为现场有一个工作人员，他就真的有一些弯，其实大概17度或20度，医生说的啦，其实算轻微。可是他 key 好你了，琼英跟老师敬礼一样，他只是敬礼，然后就是背。我们从后面去做观察，从后面看，真的就发现左边右边不一样高，左边右边会不一样高，对，有些很明显，然后有些一点点，对，像是摄影师也是，如果摄影师他叫你就是叫他像鞠躬啦，90度鞠躬，你看他的背，你就发现好像哪边的背有稍微比较隆起，没有那么平。对，左边右边它是不对称的。对，那我们有时候看到人站着的时候，你看不出来那个差距，可是当你弯下来的时候，如果有不一样，马上就看得出来了。对，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有一点点有可能有脊椎侧弯的迹象。如果只有一些，如果你觉得到底有吗？还是没有？你在怀疑的这种通常都是没有。那有在怀疑的通常都是没有。对，这听起来蛮安心的。你不确定的通常是没有。那它有一种状况是你的惯用手跟你的非惯用手的肌力差太多，所以会让你一边比较隆起，这种也会，但是它不是实际上的脊椎侧弯。了解，因为像一般人，我们如果是右撇子的话，当然右手的力量会用的比较多，对，所以你的肌肉比较发达，对，然后左手就没有什么力，对。但是你会发现那种左右手都蛮能使力的人，就是有时候可以比较平衡的人，他可能左右的肌力就会比较平衡。对，那像做瑜伽呢？有些人会说我要去做瑜伽啊，我去做肌耐力的训练啊，这些其实都很好。对，那瑜伽的话，我们会比较把它归类在比较伸展类的这种运动。那脊椎侧弯，它顾名思义就是它因为有个弯度嘛。那如果你能够去做大量的延伸，把它拉长，那这个动作其实就对我们的脊椎跟我们的肌肉就是很好的。对。那另外的话就是肌力训练，那是
之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要去做肌力训练，是因为侧弯的人他的背肌通常会比较弱，因为他会有一些拉力，就是等于就是有点像你的骨头不正，那你旁边的肌肉它要去配合你这个不正的骨头，对它的力量的使用上面，它就会有一些代偿的反应，所以就会一边力气会强很多，一边比较弱。那我们要练的就是弱的那一边，对，然后让它有力气，稍微有点像把它拉回来这种意思。所以肌力训练，然后伸展、皮拉提斯都非常的好。那我们只是不建议说，如果你的心肺功能是有受到影响、有一些压迫的，就不要做太剧烈的运动。有时候太剧烈，譬如说跑很久啊，然后跑到脸色苍白，那个就不要。跑到脸色苍白。其实我觉得肚量片其实也算是一个卫教知识。我觉得跟乡亲朋友的分享，我觉得肌力这件事情很重要。对，为什么？你说刚刚医生有提到站3、7步，有时候站3、7步其实是放松，你知道吗？就是舒服，因为你就这样，有没有很放松？站3、7步，可是缺点是什么？代表你2只脚的使力不一样。对，容改李某 Q 容抬卡斯贝起头，其实那又没有什么，可是事实上长久下来就有影响。所以其实肌耐力常常我们讲，其实肌耐力训练起来很辛苦，很累。有时候你去上那个有氧运动，有没有？你在那边，然后线上那个有氧老师说，来，你手这样伸直，有没有？或是维持一种撑住对姿势。其实大家想说啊，站个10分钟，我跟你讲，30秒，对，30秒就开始有点抖了，有没有？有时候10秒就开始抖了。对，那有时候其实像因为现在是 N 1疗还可以凑能哦，因为有一些肌耐力的训练是这样，就是说它让你站着，然后让你像蹲马步一样，对，像深蹲啊，对，像深蹲跟蹲马步。那我就在想说，怎么那么累？后来就慢慢能够体会为什么人家那个武侠剧里面有没有大家都要练蹲马步、基本功？大家说你那个蹲马步就基本功，想说也蹲着，不是你只该哭一下哦，就是。深蹲的姿势如果正确的话，很累。你大概蹲，其实我觉得差不多2秒，2秒，其实蹲个10秒之后，那个脚是一直抖的。对啊，所以这表示什么？就代表那时候你抬杠什么定，你该点改肌肉是多么的少去使用到，然后那个力量是多么的不足。所以其实我们并不是说你做瑜伽，然后还讲做皮拉提斯，然后还讲你凑嘛改运动，你改利用棍侧弯就一定能改善。不是那个意思，意思是说，其实你增加肌耐力之后，你在使力上面就不会过度依赖某种姿势。对，那我们就可以打破这个惯性。所以我觉得肌耐力的训练真的很重要，因为我膝盖伤膝体润痛还是结石为又按用改感够哦。有时候你真的去看医师，像静脉曲张，很多人为了静脉曲张去看脚的时候，你看静脉曲张跟肌力有什么关系？意思就是说，你脚很没力对，因为我们会有静脉曲张，它基本上是因为它没有力气打上来，所以你要让你的肌肉协助你的血管去做收缩，然后去把这个力气打上来。对，难怪那个医生我想说看静脉曲张，他说你脚很没力，你要注意哦。我想说。不是我啦，是家人想说看静脉曲张，他跟你讲说脚很没力哈，他就说脚是人类第2颗心脏啊。对啊，所以你就是要有力气。是，所以回到这边，我们这边讲到说如何预防你的脊椎侧弯，其实。还是之前提到的啦，对，姿势很重要，对，这些都是基本功，对，所以我们就是姿势。那我们的姿势的话，就包括坐姿、站姿、睡姿。那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好像侧着一下比较舒服，对，这些问题呢都是偶尔没关系，可是它不要变成一个很习惯的一个方式。那双肩背背包就像背书包一样，这个会让左边右边的负重是比较平均的，而且我觉得背这样很舒服。对，就是我们在背双肩背包的时候，你身体相对起来它比较不会有那种歪或者偏离的这种。对，那所以我们这边想要提醒大家的都是，你左边右边去做平衡。对，然后包括你拿东西的时候的负重，尽量左边右边也是平衡的。是，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保养啦，并不是因为没有人会觉得说，不是这样子，你的侧弯就会好，这都是保养。对，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主持节目，你看像黄医师就坐得很正，有没有？哇，这个姿势很正，可是。像我们有时候臭头聊天主持节目感时间，有时候你就会觉得，要怎么样坐姿比较好看？你可能脚还要这样摆侧的，有时候你高跟鞋穿很高的时候，哇，你还要脚有没有？脚翘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才美，可是我觉得我好像要抽筋了，可是事实上这就非常不符合人体工学，就其实是不好，其实还是维持良好姿势。所以乡亲朋友希望基本一款。2骨因为有侧弯改节目做得本抬架又动后改
提醒跟一些知识的收获，所以今天斗聊天真的是非常的谢谢黄医师，谢谢。对，而且其实抬杠警惕不要轻忽了这样的小问题，一旦严重起来，后来可能要来治疗会是更麻烦的，花很多的时间跟力气。对，所以希望大家今天感辛苦动动哦，师傅讲强风信上的斗聊片，谢谢谢谢，要多常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知识哈。好，乡亲朋友咧，聊下咧，家家咧走润通哦，聊一下天然欣赏咧走润通了。